我们的特色是什么？风雨无阻，准时开讲。从关税总局退休后，叶伦会的生活讲故事的时间更多了。每星期都有台湾各地慕名而来的民众。为什么叫材寮？因为以前这里很多锯木厂。这一天，沿着大道城导览，把所见所闻和文献结合，带着大家多看多体会。因为这个地不是自己的，那家里的人口有没有不断的成长？成长了以后要怎么样扩充？然后就是往两旁去扩充了。不起眼的小巷藏着时代变迁的轨迹，大家以为人情味越来越淡薄的台北，其实蕴藏不少热情，如滚烫茶水。他刚才请喝的茶好不好喝？好。用大家的掌声来决定它好不好喝。沿途店家看到这些年叶伦会免费当志工，全心投入，都很乐意招待团员。来，快点！永乐市场里知名的油饭业者，即使客人应接不暇，特别挪人手提供免费油饭，让大家果腹。地图上的道路、店面，因此在参与者的记忆里鲜明了起来。亚董有意思，点不也上了一堂课。这真有意思，今天上了一堂课，对不对？对。有一首诗叫做《枫桥夜泊》，1000多年来，还有很多人因为这首诗到苏州去观光，去听寒山寺的钟声。这个活动你觉得不错的话，把它po到网络上，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台北，看到大稻埕的优雅。把文化导览当作自己的事业，叶伦会乐于说台北城的故事，也希望从他身上会诱发更多人欣赏这片土地的美。亚董有意思，顶不腻，好多行动时。亚董有意思，顶不腻，好多行动时。